早大家平安，咱们来开始咱今日的圣经共读。今日在咱们来请田处瑜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牧师早安，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顺服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成为祭物，为的就是要救赎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有机会与天父上帝和好，使我们有重生属神的生命。主啊，求你使用你的话语来炼净我们，好让我们住在光里面，不在黑暗里面行走，不再受罪恶辖制与捆绑。我们再一次的把圣经共读时间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你使用陈牧师，让我们有更多更深的来明白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多谢。咱今日要来读的是希伯来书的第10章，咱要对19节读到31节，要来请方慧姐带咱大家做伙来读。来，咱来读希伯来书10章19节，咱来亲近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靠耶稣流血，使毁谤有确信甲勇气进入至圣所。伊通过场理，就是家己的身躯，甲咱开一条新搁活的路。咱已经有一位伟大的祭司在治理上帝的家，咱着用真诚的心、坚决的心，清气无亏欠的良心，甲清水洗过的身躯来亲近上帝。咱着坚持持守所宣认的望，因为应允咱的上帝可靠。咱着互相关心，通结合相听，甲做好事。15节，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毋通学因的习惯，颠倒着互相劝勉。既然恁知主的日得要到，搁较着安尼，咱认捌真理以后，还故意犯罪，就无搁有通赎罪的祭物，只有用惊吓的心，听候审判，甲缀要消灭得对上帝的人的烈火。违反摩西的律法的，根据2个还是3个人做证，就通甲伊处死，拢无权赦。安尼吞下上帝的囝，藐视互伊圣化归主的约的火，搁侮慢施恩的圣神的人，恁想因应该受的刑罚为偌呢重？咱知讲伸冤在我，我要报应。搁讲主要审判伊的子民，迄位是甚物人？含落永活上帝的手，实在真通惊以上。好，感谢。咱伫做理的希伯来书，咱看到耶稣真做大祭司来到天顶，至圣所是实体，毋是地上的至圣所是即个影。伊用伊家己的，伊真做大祭司也真做家己祭物，用家己的血来清去所有要献互上帝的物甲人。所以耶稣伊会当进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伊也无需要重复。就一摆来献家己，就来完成对过去、现在、将来的救赎，来清去，甚至搁开掉除灭所有的罪，这是过去的旧约所无法度做会到。总是上帝照伊所定的时间，人拢爱死，而且死以后有这个审判，这个死是因为人犯罪，才大死才入到这个世界。总是伫审判的中间，耶稣。伊真做大祭司，真做祭物，真做这条活路，然后伊也要真做咱的救主，伫审判的时，救所有信耶稣的人脱离迄个审判、通惊的审判，就是过一摆显现的时阵。咱所看的第10章，
就搁一届用无共款的用小常，但是搁较正亲。讲到耶稣，伊即个大祭司除了献家己对照是对象，才会制度，才当互人想起家己的罪，然后袂当救家己。但是基督是顺探上帝旨意，用伊家己的身躯来代替所有祭物，然后过去祭司所献的这物，无法度来除掉，总是耶稣一摆献伊家己，搁一摆牺牲，伊就完成，而且伫遐咧等待所有救赎、做死亡甲邪神，拢要食做伊的骹点，然后伊要来吞踏这一切的罪恶甲败坏。也要互信伊的人、对伊的人，要来圣化归主，就也是意思讲，请做一个祭司一样嘛是请做祭司，拢要安尼来经过、通过迄个场离到上帝面前。所以遮所讲的是有上帝话，是圣经透过上帝话，甲咱相信的人做看引、做保证，所以也互信的人做通得到下面完全啦。所以短几集，但是伊要来解说内容，是真深也真丰富。咱所看的经句12、19、13集，毋过基督只有一遍献赎罪祭，然后坐伫上帝正边，听候上帝互伊的对敌做伊的骹点哦。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完成啊，款好等待伫迄个所在咧等待上帝时间来到。今日咱要对10章19节一直到希伯来书读了，就是进入最后一段，头前引言1章的1节到3节，然后1章4节到4章13节讲到更较水的使者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上帝所差来的使者，然后4章14节到8章13节讲耶稣是更较水的祭司。比一般的祭司，比麦基洗德，比这个大祭司，更较超越。然后对第9章到10章讲到献祭的这制度、这祭物、这会幕圣所、这实体甲影的关系，会当讲就9章、10章短，但是这2章要解说物件是非常的多，但是伊所代表意义也非常的深啊。然后咱对10章以后10章19节开始到伫结束，咱就会当看到这个作者安怎将这个概念应用伫这个基督徒的身上，甚至是伫咱教会的生活中间。所以咱当讲会渐入佳境，就是讲咱即马来读希伯来书，就较容易来消化。今日10章的19节到31节，我们只有读一小段，所以咱看到分做2部分。19节到25节，就是用信心，甲用诚实，甲信心，诚甲信来到上帝面前。第二个26节到31节，就是在警告，毋通挑故意犯罪，得罪基督。这维持希伯来书的风格，以先教导，然后再来劝勉，然后就是警告所以这很像最北部的先教囡仔然后嘛爱甲教讲重要性是什么所在就爱听无听就会出代志然后呢咱明仔要看的是32节到39节，就是爱想到过去这个人安怎来持守的信心，然后就是真出名的1章1节到40节这个部分呢咱要用7天这个新眼光的读经进度咱用7天来消化11章我相信会当对咱真有帮助。12章讲到仰望基督，领受管教，13然后嘛搁警告毋通拒绝上帝，然后13章信徒应该就要做代志，甲最后的祝福甲平安所以希伯来书的后壁面就是咧将头前所讲的这个理念、这个教导安怎样放伫咱的教会的生活、教会的历史，甲咱基督徒现在应该爱有的这个信仰的顶端来做一个典范。咱看今日的这两个小段用以诚以信到上帝面前，就是咱是因为耶稣的救赎，才有新的地位，才会当有新的看见、新的身份。
所以就要坚守这个5万，保持咱这个身份无动摇，要彼此来劝勉甲助会啊。所以这咱伫顶礼拜日，咱已经有来分享到这几集咱是因为耶稣的死会当到上帝面前，所以是这个新约的大祭司在治理上帝的家，也在治理咱，甚至将咱的罪拢除去，所以咱就要用信心甲信心到上帝面前。这个新的地位，就是伫上帝厝内底的人，不再是寄居，是过客，是寄卡的。咱是来到上帝的家，上帝的厝，然后有大祭司甲咱治理，咱甲真做上帝国、上帝的百姓。咱有这个5万就要坚定，无摇动，因为上帝所讲的应允，是信实的，伊也挂保证。伫这个地位，伫这个环境，伫这个教会中间，要彼此关怀，激励疼心甲行好，袂当停止聚会啊！我相信咱对这集应该无青分啦。然后26集到31集，就是讲到唔通超过一个犯罪，因为这是要紧的提醒。如果咱领受真道上帝的真理道理，加做一个信徒，有即上帝厝内底的人，但是伫上帝厝内底，咱颠倒超过去犯罪，行回头的路，搁要干犯三位一体的上帝，安尼迄个过去的即个赎罪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伊就无搁加做咱的赎罪祭物，咱只有等待灭亡。干犯摩西如何就拢爱死，何况吞大上帝囝吞大信心，就爱受搁较重的刑罚。审判是在伫上帝，作者伫这个所在引用申命记，伊是公义的上帝的审判嘛会报应，所以陷落伫上帝手头受报应的这个人，是悲哀，是可怕，是通惊的。所以咱看几个字伫这个这集的圣经中间，讲咱会当31集讲，咱会当好大进入到这个信所这伫第4章已经有讲过，即嘛第10章又再次强调，第4章就已经讲迄个上帝话是一把两刃的剑，目的就是要带咱会当好大到上帝是阮宝座前。坦然，就是客观亲近上帝的自由和权利，是讲用大胆的信心一开始是要讲到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伊是讲，那是咱的自由嘛，是咱的权利，咱嘛当选择无要到上帝面前，但是上帝即马精心用伊的话，甲咱清气了后，互咱的头壳明白了后，家己爱选择，爱判断，家己爱选择。咱要进前，还是要伫遮原封不动，还是要退后？但是咱应该爱好胆，用信心来向前，唔通退后。所以做基督徒，就是爱一直向前。所以希伯来书嘛讲 ，better 就是爱超越，爱卓越，爱搁较水，爱搁较好，就是咱的生命袂当只有停留伫过去，爱进步。耶稣甲咱开一条搁新搁活的路，这个开呢，就是开路、开辟，但是伊嘛有一个意思，叫做重新定立这个是甲咱重新搁定一个新的例，新的规矩，互咱会当重新到上帝面前。新就是代表头前无的，搁活的代表这个是会当行动的，是会出会当伫这条路顶悬，会当行的，是活路，不是讲这个路是歪，是讲这个路是会行的，不是死路啊，死路就是没有出路，譬如讲旧约利未记在献祭条例就是死路，安怎做，就是爱重复，搁再重复，搁再重复，你若中间一个步骤 SOP 无去的时阵，安尼就是拢无遵守。然后呢，就是只有累积罪迄个罪就愈积愈多但是活路呢，这个路是有通的，会通到上帝遐所以这是一个有出口的路对于张犁经过就是这个张犁就是从麦子经过去通过through 就是撑过去，伊毋是搭过去，是撑过去。所以耶稣伫这个圣殿伫十字架断开的时阵，圣殿的张犁就离开从上到下立罪两半，
所以互人会当撑过去这个张力。较早大祭司无可能撑过去，大祭司是爱对边西过去的，从左进右出还是右进左出啊？一直来对边过去。但是即马这个张力呢，伫耶稣定时的给登开的时阵，就自己离开。上帝自己撕开这个列子，就是清楚撕开耶稣的身体同款哦，这个代表耶稣的身躯，而且将咱和合本翻成心中的天良和亏欠已经洒去，用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洒就是用血用血来压这个咱的罪恶的所在，身体用水来洗清气哦，这是伫第21节的所在啊。所以伫迄个所在，互咱无亏欠的良心甲身躯，拢会当得到清气，像耶稣一样就是对死过活所以他比较强调，像是保罗的其他书信在强调就是这个国外的活命，经过死亡的这个生命，洒去洗净都是完成式就是已经耶稣的宝血多回已经压伫咱的心中，就好像大祭司要把血，羊的血和牛的血洒在祭坛，洒在圣物水情体就是大祭司服侍完之后还要再洗澡，服侍前要洗澡然后不是只有大祭司，所有祭司都要这样洗澡就是按照完成一个救赎赎罪日，这个犹太历7月10号这个赎罪日的完成动作所以表示讲大祭司已经将赎罪日迄天所有中会，伊把已经拢一概洗清，而且这表示讲耶稣的宝血的洗礼，这就是水的洗礼。洗净呢，是着讲圣灵的洗礼，就是用信心来洗清咱，是圣灵的洗礼所以咱要经过这无同款的水礼所以水的洗礼、悔改的洗礼、水的洗礼、圣灵的洗礼还有火一般的试炼火的洗礼就是要经过考验啦用清水洗净，就是在指水礼，但是这个水礼呢更指的是后面圣灵的洗礼，前面是耶稣的洗礼。所以对原文来看彼此关怀，咱有新的地位伫耶稣的上帝厝内底彼此关怀这个彼此关怀就是为关心你关心我，就是互人的疼心甲行好的行为会当来会当显明出来所以就是我们是主动的去发球，这个就是爱去 serve英语叫做 serve 服务服侍服侍做志工伫教会做信工英语叫做 serve 但是这个 serve 咱是用伫这个网球呢就是发球 serve 这个 serve 就是向爱先主动，就是迄边爱先 serve所以咱在教会在关心就是咱都爱发球，就是向先来关心别人，还是咱在等别人来甲咱关心迄差就多。我们会主动想到别人，主动要去关怀这人就是拿到球在发球的人。但是咱若拢在等，咱拢无人来甲我关心，咱拢无人来甲我探访，咱拢无人甲我小酒门，咱拢无人甲我唱生日快乐歌，咱若伫遐咧等，就表示讲迄个球无伫咱的心中，迄个上帝，迄个彼此关怀的球那个彼此关怀的球不在我们手上，在等待着别人所以咱就爱从被动转为主动，安尼才会当互听甲行好会当不断的行出来去激发激励这样才可以看到一场美好的球赛比赛所以唔通停止主会，就爱彼此劝勉。迄个停止主会就现在跟劝勉，都讲洒去洗净是完成式，但是停止跟劝勉是现在式。用今嘛要有人在停止主会，今嘛要有人在爱彼此劝勉有个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所以这回到希伯来书的背景，就是尼禄皇帝的迫害底下一寡是本来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伊即马惊到唔敢主会所以咱若了解背景，咱就用这一节我们就会比较正确来引用。咱若无了解背景，就咱看到这节时都会指责那些你若拢无来主会，圣经讲唔通停止主会
但是希伯来书强调讲，你在迫害当中而不敢来聚会的，好，伊的意思是更加深。就是讲，咱拄着困难、拄着逆境的时阵，但是咱想要放弃啊，但是咱要安怎帮咱，就是爱彼此宽免，让好不容易才有这个新的身份，就爱修掉。所以唔通持续，因为人已经一届人来，无届两届无来，3、4摆无来，已经变做习惯无来聚会。而且的确是伫教会常常安尼，只要一届两届无来，佫无人去甲伊关心，无人去甲伊发球给他时，伊就惯系无来啊。所以咱就爱彼此来关心，小组教会牧区，啥物人来无看到你，你有好无？这就是基督徒的表现，互相的亲安甲关怀。然后第二段讲唔通挑过于干犯基督咱先看头前这段呢，咱第9章23到28节，让我讲到这7个基督论短短的6节当中，让我看到这7个部分。今日19、19、20、50，咱买当阁看到一个不同样貌的基督论就是耶稣基督用家己的血进入到天顶的至圣所，然后基督为着人开一条各新各活的路。耶稣拍破家己的身躯，会当互人通过这个会幕的内面的这个场地。耶稣基督是伟大的祭司，伊伫遮来管理治理上帝家。耶稣基督爱人用信心甲信心来自我清气，亲像做一个祭司来亲近上帝。耶稣基督嘛爱人彼此相照顾，彼此关怀，来继续聚会，宽免行好甲疼心。耶稣基督爱人知影迄个日子伫要到，就更较应该爱彼此关心，彼此用信心甲疼心，来做祭司的身份，经过上帝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这嘛是另外一个咱看到的基督论也不知道完整。下一段第2段就讲唔通超过于干犯基督，26节到31节。这段呢有几个字，就是讲咱若知影得知领受真理的知识，得知真道，就是和本就是已经犯罪这个和修本领受真理的知识旧的和本是得知真道，但是伊的意思就是安尼。意思即表明讲，咱做基督徒了后啦，伊要讲咱做基督徒了后，真理的知识呢，这包括就讲信耶稣基督以后的行动，包括咱的决定，咱的头壳清醒之下所做的决定，而不是头脑不清不楚下所做的决定，这就是知识嘛，是一种的认识。咱每当挑故意犯罪故意的意思就是讲甘心乐意就是就欢喜做罪恶的奴仆了。所以也意思讲，做犯罪开心的，也形容好像是开心的犯罪咱跟信耶稣做基督徒，结果咱还以罪为乐，什么罪呢？后壁会讲到犯罪也意思讲持续的犯罪但是啦，持续的犯罪，咱呢就是将耶稣伊的功劳给拼掉，无爱去干掉所要面对呢，就是只要伫遐在听候迄个上帝的烈火，迄个烈火是要将尽对救赎来吞灭的火。它的原文意思讲火的烈怒，就是讲用火表达出来的烈怒。上帝生气，亲像在倒火、喷火、出火一样是表达上帝生气。所以咱若干犯摩西的律法，这个干犯就是废掉摩西的律法，安尼就是无效的。咱若废掉耶稣伊的功劳，废掉耶稣一举尽全功，伊的牺牲献祭，佮将耶稣伊的救赎，安尼无爱欢喜去犯罪，安尼就爱受配受更较大的这个刑罚，因为犯摩西的就爱受刑罚，犯耶稣基督，伊家己的伊的献祭，就爱受更较重的这个罚，所以咱唔通真做吞打信心，也是亵慢。吞打就是亵慢将信心当作是无清气的，将耶稣的话当作是歹物的，安尼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舍命当作随随便便可有可无，本来是分别为圣，现在变作是普通凊彩雅琪一般
无什么差别的俗物，安尼就是倒行逆施啊！基督徒的生命是倒退路啊！这个谢曼的意思，谢曼施恩的圣灵，谢曼意思就是讲侮辱啊，咱就是在侮辱信心。施恩的圣灵就是稳定的神，就叫以前让我讲到上帝宝座一边是公义的宝座，一个是稳定的宝座。公义的宝座讲一个看挂，就是施恩座。所以信心来就是要带领稳定给咱啦，稳定就是给咱白白的领受，不是靠咱家己的哦。好，所以咱看到第这段26到31、26到29啦，讲到提醒挑故意犯罪甲永远无得到赦免，吞打上帝囝就是得罪神的，不是囝，是上帝，因为这是上帝所差来，咱竟然无看重伊。然后咱将基督会当作是平常得罪啥呢？就是得罪耶稣，伊用伊的血、伊的生命安尼拼互咱，但是咱竟然搁甲伊倒掉，搁甲伊拼掉。然后谢曼施恩的圣灵就是得罪圣灵，所以才讲到三位一体上帝。咱若对三一上帝若是无尊重、无对重，安尼咱会变做安怎呢？以希伯来书第6章4到6节讲到，才会已经得到根照，捌到天顶稳定的滋味人，搁伫信心内面有份，搁知影上帝好的道理的滋味，觉悟来自全的人，那些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这希伯来书第6章已经有讲到这个严重性，今嘛到10章26节都讲一解。这个当对角是马太福音12章31节。耶稣，这是耶稣亲嘴讲的，所以我甲恁讲，人一切的罪、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什么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为什么呢？咱去想为什么耶稣，咱甚至每耶稣都会到下面。这边后面说，凡说话干犯人子，让安那侮辱耶稣，安那讲耶稣是歹话歹人。还是 OK 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问题伫什么所在？问题不是讲信心较大，耶稣较细，问题是讲咱得到赦免是先通过信心，才会当来明白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才会当来明白上帝。这是一条路，活路。但是这条路呢，咱一开始就不要了。把信心当作是洪水猛兽，把信心当作是魔神当作是魔鬼，安尼根本就找无路啊！你就找袂到真正耶稣，你找袂到耶稣，你就找袂到上帝。所以这段要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说圣灵比耶稣大，所以我们可以尽量骂耶稣不可以骂圣灵。伊是讲咱若一开始这条路无通过信心，咱就找袂到。今日这段圣经，咱。看到耶稣是一个伟大的祭司，在掌管上帝的厝，治理神的家。所以咱可以从提摩太前后书，家己的家上帝家甲天顶的家然后咱就要彼此关怀，叫做贴心来行好。那个球要拿在手上，不要只拿着，要发出去，发球出去，那个球就会打回来。打回来之后，我们再打过去。安尼就是不是讲打啦，就是讲关怀。安尼就是修烫。好像我们身上的神经、心经嘛，是会走来走去，就是要彼此关，就要彼此连接到，这嘛是哥林多前书12章讲的。然后咱若是藐视上帝囝，轻看上帝的约的话，安尼迄个人要安怎样呢？咱就要去思考，迄个后边的情形。就咱无爱这个道理啊，咱已经洗礼啊，虔信礼啊，已经做基督徒啊，但是竟然即马为着其他的代志，无爱来教会啊，无爱来聚会啊，无爱来敬拜上帝啊，要走去别位啊，要做别项的代志。后边会发生什么代志，咱爱去想。这个伟大的大祭司，就是互咱当好胆用信心进前到至圣所内面，佮通过耶稣家己的身躯，是一条活路，用火用水来清洗，水的洗礼，圣灵的洗礼。互咱
坚定不移，持守宣认的盼望，因为上帝应允堂口。咱就爱伫教会中间24到27节，就是爱主会，咱已经伫礼拜天有讲过，就是咱认三个人，就是教会 DNA， 就是小组。伫这个小组中间，就是爱彼此来关心。基督会嘛是一个小组，小组嘛是团契也是，要服务爱餐东西，才有甲教会人做伙时阵，这就是主会。所以就爱甲教会人彼此来关心，彼此来斗阵，爱彼此来劝勉，特别是耶稣基督搁要来，紧要来时阵，就搁较爱保持主会的习惯，就是爱甲基督徒爱念小话。唔当散开，要若散开呢？咱就是变做无智慧，变做无教会的生活，变做无伫上帝的家内面。咱只有战战兢兢等候审判和烧灭敌对上帝之人的烈火。你就是叫拼伫外口迄堆的废柴，你听候上帝来烧伊啊！所以迄是一个真严重的代志。咱唔通行回头路嘛，唔通去得罪三位一体上帝，信父、信子、信神啊！因为摩西律例，拢已经安尼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出处是《申命记》32章35节、36节。这句话就是摩西伊要甲最后要进入迦南地对这些百姓所讲的话。你就唔通甲上帝当作潘啊，当作戆的，你唔通当作上帝唔知影无目睭，唔通当作咱所讲的上帝拢无要紧。咱若既然已经轻掉这个信用内面，做一个基督徒，唔通搁咧做婴仔，唔通搁转去食泥，唔通搁转去行回头的路，就必须爱进前、爱中待、爱信息，爱有一个基督徒会看出来，唔通搁伫遐咧塞奶，搁伫遐咧搁伫遐咧起信地咱是爱知影上帝伊都会看咱看准准的。上帝要审判伊的子民，所以咱若无明白，不让自己强迫自己长大，安尼咱无明白，我们就是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将来有一天，这囡仔、这儿仔是无法度家己行入去上帝遐。所以今日这段基督伫你上帝家，甲咱开一条各新各外的路，人就要用信心甲信息来亲近上帝。基督嘛，爱人坚守所宣认的望，就是爱信仰要活出来。第24节到27节，咱就要彼此相照顾上帝家，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变为习惯。迄个日子，耶稣伫要来日子愈近，就爱积极来聚会，就爱像咱即马逐天咧读圣经，这嘛是聚会，就是我听候耶稣基督过来。28节到31节，表示信心。袂当进入上帝家，特别是领受信心真理，佮故意犯罪，就无够有赎罪的诫命，会陷落伫因为上帝的手头，贪好上帝的修理迄是真凄惨的代志。今日根据10章25节，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有一寡人停止聚会，唔通学因的习惯，颠倒着互相劝勉。既然恁知主的日要到，就搁较着安尼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保持聚会的习惯，互咱常常甲基督徒结连，互咱会当无受着时间、空间的限制，咱会当甲人相交陪，不要做一个落单的基督徒，咱就会来祈祷。现在主，阮感谢你。耶稣真最大，这是甲阮开这条路，是新的路，是活的路，是有水的洗礼，也有信心的洗礼。我们的性命改过换新，也真最有这些的款式，也愿上帝帮助阮，互阮伫上帝的家内面，毋是孤单的，是当彼此来服务，彼此来关心，彼此来相救门，互阮会当甲兄弟姊妹结连建立耶稣基督的身躯。也互阮深知，阮着爱中待信息，阮袂当搁做婴仔搁塞奶，阮袂当伫主的内面无进步，互阮的性命会当成熟，一步一步进前，互有信心帮助阮，互阮真做一个互人的，比别人体搁较有福气的人。安尼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谢牧师。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感谢主，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平安，谢谢牧师。